爺講故事。OK。爺爺講安德魯王子青少年時期1978到1985的軍旅生涯。1978年，皇室宣布安德魯王子將加入皇家海軍，開始軍旅生涯。1979年1月，進入不列顛尼亞皇家海軍學院接受軍旅訓練。1980年接受了直升機飛行員培訓，成為合格直升機飛行員。1981年獲得最佳飛行員，他被授予少尉軍銜。1982年參與福克蘭群島戰爭，擔任直升機駕駛員，負責架機有利飛魚導彈。戰爭中救起被擊中的海中水手，被他們稱為戰爭英雄。Victory belongs to the British people. 福克蘭勝利歸航，女王非常開心，給他授予英勇勳章。We are proud of you, Andrew. 1985年晉升成為海軍中尉。安德魯王子年青時顏值極高，世界著名的鑽石男。今天只有殘留的軀殼，迎接光輝歲月，風雨中抱緊自由。一生經過彷徨的掙扎，自信可改變未來，問誰又能做到？哦，好聽！請訂閱、分享、同點讚。Thank you very much.